后来，这个相关的爸爸去病院进前，就先开记者会，代替后生向受害者的家属来道歉。前后安尼鞠躬道歉超过5届，佮讲甲脑梗啊甜。伊讲伊甲伊的太太已经离缘7、8档咯。后生对妈妈住伫咧台中，这台超级跑车是后生家己开100多万分期付款来买中古车。伊承认讲伊教囝失败。 但是安尼道歉，看伫个被害人，这个男大学生的妈妈的眼内是无意义的。深深的一鞠躬，道歉。县长主嫌因老爸代替后生出面会师的。宋同学跟宋妈妈，在这里跟他说一声，我们对不起你。 因后生行为影响到厝内食品工厂的名声，无论是面册还是各个评论，大家拢伫甲批评。伫受害者家属出面的过长工，3个嫌犯陆续被抓到。主嫌的厝内是伫中华溪湖开食品工厂，真少年就驶玛莎拉蒂。他自己分期付款买的。顶线是讲，伊甲因某已经离婚7、8年，因后生是甲因老母伫台中住。玛莎拉蒂是因后生用分期付款100万买中古车，毋是外口伫传的讲上歹去的富二代。妈妈已经心力交瘁，起不来。受害男大学生的老母是完全无得接受。而且当下我只校车不是先道歉了吗？不道歉，都变成这样子了。道歉对我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啊。伊讲因后生会师的结果是被拍成重伤，会师的根本无意义。 依照警方调查，这个主嫌2年前做兵的时，都捌含人冤家举椅仔卡东炮的头。出庭的时，讲伊本身1个月加赚2万5，最后被判开啊60天。记者咧问讲，当时因后生敢有后悔意思？这个做老爸讲袂出来。我管教不当，是我的责任，所以跟社会大众道歉。 另外2个共党的一个姓李的，一个姓陈的嫌犯，分别伫台中甲南投厝的拢有一个事业，拢是富二代。驶玛莎拉蒂，和男大学生下着尔，就将人拍甲带入监护病房。这款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